好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真欢喜，咱每一礼拜，咱哪来哪侪兄弟姊妹会当转来到伫礼拜堂中间三角敬拜。总是我也相信，经过这3个月，大家嘛渐渐拢习惯。即马8:50是线上直播开始的时阵，所以这个线上直播要开始的时阵，咱备办一段时间，互咱的兄弟姊妹会当踮伫厝内底准备要上线。所以过去大家拢讲吼，来到个礼拜堂内底，手机啊关迄个关机，但是即马会当将手机啊拍开，就是今仔日无来的，你会当将咱的迄个连结分享到伫因的手中吼，互咱无论兄弟姊妹是来到伫礼拜堂中间，也是踮伫家己的厝内面，拢会当三角敬拜上帝。但是会记哩免关机，但是静音嘛是爱哦。免关机，但是爱会记哩关震动。所以咱伫即个时阵，咱也做伙会当分享咱主日礼拜线顶直播的连接，到伫咱每一个所在，邀请咱的兄弟姊妹讲，阁有几分钟的时间，咱准备要开始今早起的礼拜哦。所以咱若是踮伫礼拜堂中间，你还袂做这几个动作，会当小复习一下，因为普通拢是无输踮伫迄个荧幕顶面教。但是你会当确定一下，就是迄个频道边仔遮有一个订阅钮，你有起订阅无？你会当起订阅，起订阅了后咧，这叫做开启小铃铛。边仔这个迄个小铃铛的位置，开启小铃铛了后有啥物重要的？就是当教会有影片准备要直播的时阵，你就会收到通知。好，过来会记你踮伫咱今仔日，咱也是主日礼拜的迄个直播连结加起一个赞，起一个赞过来分享。这个分享的动作，通过 Facebook 也是通过 Line 的方式吼，咱都会当传到伫咱兄弟姊妹的厝内面。无论因踮伫啥物所在，拢会当透过踮伫线顶的方式，甲咱相敬拜上帝。咱也愈来看起来，咱愈来愈侪兄弟姊妹当转来到伫礼拜堂中间，咱也感觉疫情若受到控制，总是咱即马真正无法度按算，因为昨一个桃园技师的迄个确诊案例，佫带来一寡无稳定的消息，踮伫咱整个的台湾，所以无论咱踮伫实体，也是踮伫线顶，咱也会记哩，咱同齐继续为着疫情来祈祷。期待会当真正得到控制，也期待真紧，咱拢会当有愈来愈侪人会当转来到伫礼拜堂中间相敬拜。好，咱要礼拜开始进前，咱先三角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听，因为你固守阮真做阮的帮衬，互阮踮伫无共款的所在，无论阮今仔日踮伫礼拜堂，也是踮伫阮家己的家。阮拢会当献上真实的敬拜，主愿你的话进入阮逐人的心，也愿主真做阮的帮衬，互阮踮伫彼此交通的过程，不断体会上帝你运行踮伫阮的生命。主要为着整个台湾，搁一摆面对疫情的威胁，阮献上祈祷，期待会当真紧通得到好的控制，也互阮会当得到一个安全的环境。愿主你的神运行踮伫阮，也祝福这块土地。愿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好，请咱备办先，咱阁有几分钟的时间要开始今早起的礼拜。
世间人啊，耶和华捌指示你什么是好，耶和华爱你什么，独爱你行公义、心存怜悯、谦卑，甲你的上帝三角行。咱最近今日来吟圣诗第281首，上帝即时临到，请咱做阵起立来吟。你从眼睛看见我。
咱游玩徛哩，做阵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在在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罗因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，伊要对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三甲来起咧启文第52篇，就是阿摩司书第5章。启文第52篇，我来起，请兄姐来引。恁着找做猫星甲参星迄位。叫海水来拼伫地上，伊互强吻的人忽然灭亡。伊怨恨被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，因为恁欺压善车人，恁用雕做的石头起厝。毋过袂当踮伫迄内面。我知恁的这个有偌济，恁欺负伊人，收破路，所以通达的人。伫即款时势会点点无讲话，着追求良善，毋通追求邪恶，照活路。着怨恨邪恶，意爱良善，审判的时主持公道。上主讲，我厌恶恁，看起恁的节期。虽然恁献烧化节甲素节互我，恁献肥的精生做平安节，恁唱歌的声就离开我。总是互着公平，亲像大水直直流。咱最近来祈祷，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疼，互阮遮的罪人，拢会当来到你的圣殿内底。来做阵阿乐敬拜你，因为你的疼，互阮真侪水果暗藏咧心内底，无显出咧外口，互人知。毋过你拢检察阮的心，你意爱是阮有良善的心地，亲像囡仔安尼较单纯。会当来到你的面头前，来你祈求，来甲你做阵。你爱徛伫阮的心内，互阮有圣洁的
电在阮的心内，因为你无徛起人手所做的电，因为你的爱、你的疼，嘛是互阮会当去疼阮周围身边的人，这是你的欢福，因为你上爱的，就是阮疼你、疼神、搁疼人。啊，毋过阮定定拢是看人的外表，看人的身份甲地位来去对待人。请你用你的信心来实实来体恤阮，会当用你的疼，亲像囡仔安尼较单纯，会当去疼阮身躯边的人。特别是咧即马是即款武汉肺炎的时阵，侪人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可能生活拢真困难，也是心情拢真惊吓。求你的信心，甲咱伫定，会当用你的疼来去感动咱的心内，而且佫会当去影响、去疼咱身边的人。阮嘛要答今日的敬拜，交托在你的手的，求你透过牧师的嘴，会当互阮真正领受你要教示阮的，会当把你的话时时拢藏在阮的心内底。你的信息嘛定定咧提起，阮会当行出你所吩咐阮的诫命，就是去疼人，搁疼神。阮将以下的时间拢交托互你。阮安尼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读今日的圣经节，伫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以及14节到17节。雅各书第2章第1节，我的兄弟姊妹，既然恁信咱灵光的主耶稣基督，就毋通用外表对待人。若有一个挂金手指、穿水衫的好野人入来恁的会堂，阁有一个穿破衫的散车人入来，恁若安那注意到迄个穿水衫的对伊讲，请来坐大位，对迄个散车人讲，你徛踮遐，也是讲坐伫我的脚头边，安尼敢毋是偏心用歹的念头来判断人？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就听，上帝有拣选世间的善车人，互因伫信仰上富足，通承接伊应允互听伊的人的国度。毋过恁无尊重善车人，压迫恁，拖恁就法定的。敢毋是迄个好野人？因这是诽谤恁所领受尊贵名迄个人。恁若遵统圣经所记载，就听厝边，亲像听家己迄个上帝国的律法，安尼就对。毋过恁若看外表对待人，都是犯罪，爱受律法判做犯法。咱若无守律法中的一条诫命，就是无守全部的律法。
第14节，兄弟姊妹，若有人讲有信，毋过无用行为来证明，有啥路用？迄款的信，敢会救伊？恁中间若有兄弟也是姊妹，无衫通穿，三顿无通食，恁干那对伊讲，祝你平安，就穿好烧，食好饱，毋过无互伊肉体所需要的物，有啥路用？所以只有信心，无行为是死的。即马牧师要分享今日的信息是有甲无之间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听，感谢你固守阮真做阮的气力，互阮虽然踮伫疫情的中间，阮犹原领受平安。主要愿你用你的话正直阮逐人的心，互阮不断对你，阮得到感动，也知阮怎样去实行真理。同齐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姊妹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阁会当看到大家。过去咱拢感觉逐礼拜应该看会到，无想到讲一动了后，有足侪人咱已经几啊个月无见面。所以会当见面是一个真欢喜的事，咱会当三招好、三请安，嘛继续去分享上帝的听。踮伫一礼拜外进前吧，拄啊好有一个青年人伊敲电话找我，伊问我讲，牧师我会当去找你无？但是时间会较晚哦。我讲好，不要紧，反正你几点来拢不要紧。来到伫遮的时阵已经差不多9点外，暗时9点外。伊来的时阵，遮行一摆，手机就一直咧弹，手机就一直咧弹，讲的挂来，佫讲无2句话，手机佫继续弹起来，啥物人咧找伊？头家咧找伊，头家一直咧找伊，所以伊一直咧接电话，一直咧接电话，总算3、4通了后，伊囥伫啊，伊甲我吐一个气讲，无说你知影我即摆的生活就是安尼无？你知影我即摆的生活就是讲 work from home 但是咧 work from home 伫厝诶咧工作等于是无下班的时间，踮伫厝诶咧工作等于是完全无下班的时间。反正我啥物时阵都是爱工作，啥物时阵电话就一直来，所以我逐工一直接无闲，一直咧接无闲。伊就甲我分享讲，逐工活了，我毋知要安怎佫继续行落去。伊嘛跟我分享讲，我开始嘛毋知影我要安怎祈祷啊！我开始毋知影安怎祈祷，因为感觉要找着时间拢足困难的。踮伫听伊讲的过程中间，我也感受到，这可能就是现在足侪青年人因实际面对的状况。逐工一直咧无闲，一直咧无闲，但是到底咧无闲啥物？到底咧敲找啥物？看起来虽然感觉有信用，但是有嘛哪？无咧，因为无任何的时间会当互因去想看卖，到底我的人生想要追求啥物？这个青年人继续讲，是啊，我的薪水真正袂歹，薪水袂歹。照我这个年纪来讲，我的薪水踮伫青年人中间已经算袂歹，但是都是完全无时间啊，规日爱互公司使用，主管只要要找我就一定爱回。我到底应该要安怎行？所以，无说我今仔日要来找你是，我到底要安怎？伊问我这个问题，讲我到底要怎么办？我毋知影，咱到底安怎回答这个问题？我也必须爱讲，这其实就是信用真实的问题。踮伫这个世间，踮伫这个一切生活中间。咱虽然有信用，但是咱也确实会面对生命中间真实的挑战，迄是踮伫咱的生活中间会不断去面对的。今仔日咱读雅各书，雅各书咧讲啥物啊？雅各书伊主要要表达的就是，因为福音哪得到开阔了后，愈来愈侪人，愈来愈侪散伫无共款所在的犹太人，因信耶稣，因领受福音啊。因相信基督啊，
看起来愈来愈侪人领受福音，总是因拄着后一个挑战是，对遮个犹太人来讲，信仰的转变是一个真大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在伫传统的人来看，这是背叛，这是一个反叛啊！因是咧背叛的行动呢。所以遮个人领受主以后，父母会甲因赶出家己的家，朋友嘛无想要甲因往来，足侪无共款的想法，足侪无共款的压力临到伫因的生命中间。一开始，当然照着一个热情，照着对基督的热情，佫会当坚持。但是时间也是佫拖久咧，时间佫拖久，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一年、2年，继续要拖久落去，到底要安怎办？教会就是夹伫这中啊，教会要行伫基督的福音，总是活伫整个的世界中间，拄着家庭的挑战，拄着父母的攻击，拄着踮伫工作顶面一切的困迫的时阵，开始我到底要往对行？这就是雅各书的作者主要要写雅各书的原因。伊想要透过伊所写遮的话语，通鼓励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敲出，咱要安怎行吧？今仔日踮伫第2章，伊佫讲到一个真重要的问题。教会踮伫罗马帝国内面，罗马帝国是一个商业真好的所在，逐个人得到真好的发展。所以，好野人甲善车人中间的距离愈来愈大。少数的犹太人会当过着富裕的生活，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是丧向的。所以，伫教会中间有富裕的人，也有丧向的人。作者看到一项事，作者看到什么物件？踮伫教会内面有分地位的关系，有分无共款。富裕的人受到较好的对待，丧向的人互人看轻，这是因所看的问题。所以对作者来讲，伊强调一项事：恁还佫会记得耶稣基督讲啥物无？心内啥物？心内丧向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虽然耶稣基督安尼讲，但是恁到底安怎行出来的？伊咧讲一个画面，就是咱来想看卖，一个好野人挂金手指，然后穿足水的衫，入来到伫恁聚会的所在，边佫来一个穿了迄个衫足旧足破的人，慢慢安尼行入来，恁的回应是啥物？恁敢毋是靠款待遐个富裕的人，煞看轻遐丧向的人吗？雅各真直接对因讲。恁这个行动是歧视，恁是无徛伫上帝的真爱去看遮的人。这是伊邀请逐个人所想的，但是有可能这根本毋是想象，这就是一个实际咧面对的状况。作者咧表明，上帝拣选世间丧向的人，互因踮伫信心顶面，通得到富裕。佫互因承受一个新的国度，但是现在因为整个教会受到外在压力的影响，至到开始毋知影要安怎行。咱是照着这个世界的规则去款待好野人，煞看轻丧向人，踮伫这个危机中间，这是作者想要表达的。我捌去到有一寡教会，甲因咧互动。有一摆踮伫一间办社区儿童事工真得到真大的影响力的教会，我甲因咧对话，传道者甲我分享一件事。一开始，阮咧办社区的儿童营，报名的囡仔愈来愈侪，得到真好的成果。但是到有一日，忽然间，阮镇内的社福团体来找我。社福团体来找我讲，牧师，恁的儿童营真了足好诶，阮遮有真侪需要帮助的囡仔，阮会当将遮的囡仔拢带来伫教会中间无？所以这个通告者当然非常欢喜啊，
因为会当有足侪囡仔来接近教会，来参与伫教会活动，所以真侪人开始入来。结果过几礼拜了后，发生什么代志？过几礼拜了后，原本的囡仔一直咧减少，原本参加真固定的囡仔一直咧减少，一直咧减少了后，有一天，老师甲这个牧师讲一句话。这个老师甲牧师讲：“牧师你知无？咱的家长因为看到遮尔济社区遮个需要帮助的囡仔、弱势的囡仔入来，所以遮个家长拢无互因的囡仔来啊。就是遐个需要帮助、较送乡的囡仔，因为遮侪人入来参与咱的社区活动，所以原本固定咧参加咱活动的囡仔，都渐渐拢失去啊。”这个牧师徛伫遐，咧面对这个挑战，就伊心内底嘛毋知要安怎回答，伊毋知影应该安怎回答这个问题。这个学期结束了后，迄个社福团体也无阁继续这个合作，慢慢失去的囡仔也渐渐拢转来，甚至囡仔比以前阁较侪。几年了后，教会确实带予社区真大的祝福，非常侪未信者的家庭入来伫教会中间。但是这个牧师嘛，真实咧甲我分享讲，详细看遮的名单，会发现一件事：来参加教会活动的囡仔，基本上拢是这个镇内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。虽然因是未信主的家庭，但是因拢是经济条件阁真好的家庭，对伫真正送乡软弱的人，无一个入来。这个教会事工受到真大的肯定，逐年拢有几十个，甚至100个未信者的囡仔进入这间教会。总是对这个传道者来讲，心内底有真大的不安。无论安怎做，无论安怎想要传这个福音，真正弱势的人未入来伫教会中间。过几年了后，有一年，有一个对都市教会的đoàn宣队来到伫这间教会，来到伫这间教会看看的，做一寡服侍。结束了后，这间教会敲一通电话。这间教会敲一通电话，甲这个牧师讲，因讲，歹势牧师，阮今年去，阮得到真大诶，有真大诶成长。总是明年后，阮会去到伫搁较需要诶所在来服侍。这通电话挂了以后，这个牧师诶心内底受到搁较大诶冲突啊！到底什么人是搁较需要诶？到底什么人才是搁较需要的呢？今仔日的教会到底要追求的是什么嘛？是干那满足伫我袂歹，我会当互人，我会当帮助人的成就感，安尼就好啊嘛？有当时啊，教会确实受到这个世界的挑战。咱真困难，平等去看待每一个弱势的人。有当时啊，咱愿意奉献，咱愿意捐钱，但是咱足少愿意好好去听遐会受帮助的人到底需要什么。就那亲像踮伫迄个社区的儿童营内面，可能佫刷来嘛会分享讲，就教会愿意拨经费。来帮助遐个送乡的人，但是遐个送乡的人无法度入来伫教会中间。咱的信仰有当时啊嘛是安尼，夹伫一个有甲无之间。看起来咱愿意做一寡事，但是某一个程度，咱也有咱的限制。踮伫夹伫即个中间的时阵，咱才会愈感觉雅各到底咧讲啥物？雅各咧讲的，毋是一个2000几年前踮伫初代教会会发生的事，其实踮伫今仔日踮伫咱台湾的教会中间，咱犹原拄着即项事。实际上，
咱是有限制。实际上，咱也一直爱面对这个问题。当主耶稣讲心内丧香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的时阵，咱敢真正遮尔啊相信吗？如果咱相信，但是咱搁安怎行出来呢？雅各伊真注意这项事，伊足强调的即句话就是：信心若是无行为，就是死的。无论咱一直强调咱信的是偌尼啊好，咱信的是偌尼啊正确，但是这个看起来就飘伫空中的概念，若是无法度成做一个实际的行为的时阵，雅各讲这是死的。你的信仰对你无有帮助，这个信仰也却成做一个干那心内底你感觉家己麻痹家己，讲哇你有平安，实际上咱无平安。也踮伫迄个传道者的生命中间，我看见一项事，看起来会当做真水的工，有遮尔济未信者一直接近教会，但是却无法度好好啊去听。遐个弱势的囡仔，到底踮伫迄个家庭中间，因拄着啥物？咱活伫一个无平等的世界，不如甲丧香有也是无，这个差别超越过咱正人的想象。伫这个疫情的中间，全世界也出现有侪人开始咧呼吁，因咧呼吁一句话就是。直到所有的人拢平安进前，无人是平安的。因咧讲的是，全世界的人，除非所有的人拢得到平安，无任何一个人会真正是平安的。台湾踮伫现在，虽然咱已经控制了袂歹，但是咱也真正看到危机犹原存在。伫这个危机犹原存在，主要原因对来，咱拢知影对边境来，对外面会入来，但是为什么因会对外面入来？因为全世界足侪丧香的国家完全无疫苗会当治。踮伫不如的国家下面，我前几天看到消息，美国等偌济疫苗迄角。就讲美国至少等掉1500万的疫苗，咱会当看到这个无公义的世界，1500万支的疫苗，美国会当将伊等掉，但是全世界有非常侪丧香的国家完全无通治，也就是因为安尼，全世界的疫情无法度受到控制，一直一只咧烧的过程中间，边境的管理。无论想要安怎管理，总是有伊上困难的所在，总是会有伊拄着威胁的所在。所以，咱原本掠准看起来无代志啊，结果昨日一个桃园医师的事件佫发生，到伫学校，学校佫开学2天，然后学生全部拢还袂注疫苗，咱佮重新佫感受到原来咱所面对的危险比咱所想的佫较侪咧。所以，咱到底要安怎去面对？伫这个无公义的世界，伫这个看起来信仰也定踮伫这个夹伫有甲无中间的冲突，咱要做安怎的转变？也就是可能要面对一个问题是：上帝啊，我到底需要啥物？我想踮伫我头拄仔所讲迄个传道者的心内底，伊受到一个真大的冲击，就是。到底我应该爱安怎做？真正有真侪未信者愿意接近教会啊，但是虽然是遮尔侪未信者接近教会，总是当伊看到遐个弱势的人犹原无法度入来的时阵，伊心内底是艰苦的。伊心内底嘛是一个真大的欠缺，讲到底我应该爱安怎做？咱常常讲爱祈祷。咱常常讲爱祈祷，但是咱的祈祷也通常是一个资讯式的祈祷。什么叫做资讯式的祈祷？就是我知影一件事，我少去知影迄个人
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咱会列足济啊，为这个人祈祷，啊，为这个困难祈祷，为缅甸祈祷，为阿富汗祈祷，为宋乡的人祈祷。但是咱足少去知影，因到底出什么代志？因的生活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伫对话的中间，我甲伊讲过去踮伫庄口我所看到的，原住民的家庭中间，咱足歹想象因一家会生几个囡仔。有一段时间，踮伫新港，阮咧接待一寡迄个社会劳动，主要就是酒驾了后，感觉无判互家觉，就会判爱来做社区服务。啊，所以有一个原住民，伊逐工爱来到伫教会遮做迄个社区劳动。啊，老实讲，我嘛毋知伊到底会当做啥物，反正伊欢喜就去扫涂骹，啊，无欢喜伊就家己建一个无人看到的所在，就秘伫遐。后来我知影伊的所住的所在了后，我发现这真正足歹处理的，因为伊生几个囝，伊生超过10个，生超过10个囡仔。啊，为什么伊要生超过10个囡仔？因为生愈济，补助愈济，生愈济，补助愈济，啊，这补助对来。这补助都是对所有的人认为，我只要有捐钱就会当解决啊。我只要捐钱，看起来一寡问题就会当解决啊。所以这补助都是对每一个善良的人、想要帮助人的人，但是我干那捐钱，我就无去问后壁发生啥物代志啊。所以拄着这个状况的时阵，伊愈生愈济，愈生愈济，伊就愈摕愈济。但是问题并无解决。老实讲，踮伫遐我嘛甲伊讲几啊摆，足歹甲伊讲，因为伊逐工游玩继续啉到水高高，毋知影到底要安怎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总是后来我甲几个同工咧分享，咱干那会当做的是，真正较侪去了解伊到底咧想啥物。较侪去了解到底伊拄着啥物问题，然后慢慢咱来想看觅，咱到底会当对开始做起。过几啊年啊，这项事过几啊年了后，阮踮伫社团中间咧带一寡有问题的囡仔，看到这个囡仔，我就感觉伊生了，敢若捌伫对看过。后来甲伊咧互动的过程讲，我才知哦，原来伊就是过去迄个啉酒醉迄个人诶，毋知影第几个囡仔。伊有机会到伫教会中间参与学校的社团来，所以来到伫教会，慢慢伫遐咧对话，慢慢甲伊咧讲的时阵，我敢若会当做一个期待伊的生活会当改变吧，期待伊会当看。期待会当走行出家己家庭的限制，感受到才真正有人愿意听伊讲话，愿意听伊。其实有当时啊，咱需要有新的转变。咱爱有啥物款新的转变？毋是干那我祈祷了，我有奉献了，这项事就甲我无关系啊。咱需要做的转变是较惊。进一步去问，这个人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这个人到底需要的是什么？都伫一个转念的过程中间，咱会发现，这个世界塞伫咱一直往一个方向咧进前，但是咱从来毋捌好好啊停落来去想，我到底需要什么？这个世界一直塞咱向前，就亲像一开始讲的少年人。我就是一直在接电话，一直在工作，一直做这侪代志。最后，迄个少年人问我讲：“牧师，你给我一个建议啦。”我甲伊回答讲：“虽然我知影我这个答案听起来真八股，但是我必须来按你讲，唯一的方法是你爱好好啊服侍上帝。你爱好好啊服侍上帝。”啊，伊当然会甲我讲：“咱时间真有限吧。”服侍上帝是咱无看
我要得到什么？服侍上帝是我甘啊愿意将家己搁一摆完全献给上帝，对伊的眼光来看待现在所发生的一切，对伊的眼光好好啊想要去听每一个人受苦的人，伊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所以服侍是一个真心奉献的行动。咱永远拢做无到呀，无论咱安怎做，永远有足侪人需要基督的福音，也永远有足侪人踮伫软弱的中间。咱会一直夹伫迄个有也是无的中间，毋知影到底要安怎行。总是也都是因为安尼，咱才真正体会讲，我是一个送香的人。虽然遐个人是看起来物质顶面送香，但是咱敢毋是拢是心灵送香的人吗？就是因为咱是心灵送香的人，所以我才需要上帝，我才需要好好啊服侍，我才需要学习好好啊听上帝的话，到底爱我去行什么？信心无行为是死的。这是雅各一直在对咱讲的，信心爱，这是头拄我所讲的是和合本的翻译讲，台语安怎讲？信若无行，信若无行就是死。所以信若无行就家己是死人尔。既然是行，咱就永远行伫这个功课中间，伫这个有也是无的中间，一直向前咧行。每一日，咱拢无共款；每一年，咱拢对上帝爱有新的学习，伫一步甲一步的中间去看见。我真正是心灵送向的人，但是上帝有愿景选权会当服侍，这是上大的问题。也踮伫这个服侍中间去看见，我偌尼啊不有，上帝恩典，互咱成做不如的人。愿咱拍开咱的脚步，去听每一个人心内底所想，去听每一个人生命的苦，毋是干那听伫一个我有祈祷就好啊，我有帮赞就好啊，是我愿意奉献我家己。进入到伫一个人的生命，因为伫这个疫情的时代，直到所有的人拢得到平安进前，无一个人是真正的平安。咱需要敲吹这份真正的平安，所以咱爱去行，互每一个人拢得到生命的平安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诗。送香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你敢安尼相信吗？嘴是安尼讲，心是安尼想，手到底安怎做呢？所看到的是一个神圣的空间内面，行一真侪有的人，穿紧大裙，穿塔水水。受到款待，有人请伫好的座位；另外一边，无的人受人看轻，受到歧视，甚至失去生存的空间。有甲无之间，上帝审判的日，我会徛伫倒落？我的信心会伫倒落？夹伫应该甲实际中间不断敲吹，疼厝边亲像家己的可能，煞也hand落无助的情愿。敢若望迄个落伫边仔的饼喙，真做无助者求着生存的人族，一点点的有。互信心的经济渐渐布下，发出生命的热情，活出甲神相合的行为，
搁一摆奉献家己，诚做活祭，掠准送香的无，要诚做丰盛的有，弃绝一切的偏见，显露真正的谦卑，互这个神圣的所在恢复款待的热情，满溢喜乐的上赞。咱需要来起造咱的教会，有这个教会重新回应上帝的听，要对开始，对咱搁一摆奉献咱本身，对咱本愿意去听别人生命中间的软弱，也感受到咱真正是心灵也松香的人。咱需要基督，咱需要上帝的听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阮活伫这个世界，确实充满济冲突，也充满济有当时啊，阮无法度行出真理的时阵，夹伫这个有甲无中间，阮多年啊软弱。总是主，你也通过你的话语，搁一摆来提醒阮。当阮真正知，阮是心灵送香的人的时阵，天国也踮伫阮的生命中间。愿主开阮的目睭，也开阮的耳孔，愿意去看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软弱，也愿意去听人生命中间的苦痛。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，当阮搁一摆愿意服侍的时，你的听要进入阮逐人，也进入阮所帮赞、阮所服侍的人中间。愿主踮伫阮，因为阮知伫这个时代，只有所有的人得到平安，阮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。愿主将这份真实的愿望放伫阮的生命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咱这日做阵来念圣诗第573首，我的信心若无定。
奉献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若要奉献的兄弟姊妹会使较等的去楼的后壁有一个奉献箱内底。咧纸张的兄弟姊妹要奉献的，也是平常时要奉献的兄弟，嘛是拢会使透过银行的汇款，咧有汇款的号码，请咧。兄弟家己注意，奉献了后，就请兄弟爱记咧，记咧打你的奉献的资料，打咱的干事用钱干事讲，安尼才知影是啥物人咧奉献。若是无打用钱干事讲，安尼可能就是会记录是有志的奉献。若随时有啥物要定情的所在，则嘛是会使打教会来讲 ，OK。这是就是请老师来报告。好，咱有几项事咱来做报告吼。主要咱来看咱消息中间，咱后礼拜的拜六要举行迄个饭大哥的告别礼拜，日炎告别礼拜吼。所以咱9月初9就是拜四暗点伫教会会有一场关怀礼拜，然后拜六点伫9点伫迄个台南市立殡仪馆的明德厅，咱要伫遐举行日炎告别礼拜吼。咱直播的部分拜六会有线上直播，所以咱若是无法度到现场，你要透过线顶直播的方式吼，咱直接看教会的粉丝专页，就免点 YouTube。教会的粉丝专业都会有线上直播。如果你若是袂晓操纵的吼，来到伫教会中间，教会遮嘛会有直播吼，教会遮会有直播，但是会记哩，无论是倒位拢是100个人，就是咱大礼拜堂嘛是干会当100个人，点伫迄个殡仪馆原则上嘛是100个人吼，所以拜四的关怀礼拜嘛是100个人，所以请逐个人拢会记哩这项事，所以咱也特别点伫这段时间继续为着丽晴长老因全家点伫祈祷中间3纪念。好，搁刷来还有报告吗？无好，还有一则 OK 那个圣经公会有。爱咱教会做伙来推广啦，就是今年年底的时阵，因已经完成新版的台语本的翻译，新版台语本吼，台语圣经的翻译，我想这真正是一个真重要的工作。这个工作也非常有价值，因为咱的台语本其实咱台语汉语本已经用要100年啊。所以咱有即摆有新版的台语本出来，所以若是有要团购的吼，拢会当来到伫教会办公室，咱做伙订就会当免运费吼。所以圣经公会有爱咱做伙来推广，期待新的台语本会当诚做咱侪人的帮衬。好，所以我最简单安尼以上的报告，咱也继续为着需要的人，也为着踮伫疫情中间一切的变化，愿上帝怜悯咱。互咱同齐来吟圣诗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
祝福。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也得到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常常点伫恁的心内，互咱会当同齐活出甲信三符合的行为，点伫逐日正做上帝的干净，也点伫逐日正做人的祝福，对答到永世代。阿门。请坐。